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虎城纪实》节目。在咱台南每一届动土，学的不只是土地，嘛可能是一段历史。这座城市拥有数百栋的发电规律，无共时代分裂，定定对踏伫同一块土地顶面。当工程开学，学的不只是土壤，也可能是过去所留落来生活分裂。依据制度规定，一旦发现艺术文化遗构，工程就必须马上停工来进行调查甲审议。这款的机制，互文化资产会当保存，但这同时嘛，互部分的建设工程面临延长甲调整。所以，当保存若成为必要的，发展是毋是会因此来受到影响呢？儿童发展被放慢脚步，城市又该如何持续前进呢？今仔日的专题，咱就来走入虎城这座城市，甲文化历史之间的调距。在台南，每一届动土，不只是工程的开始，也可能是一段历史的再现。这座城市被认为是台湾发展上早的城市之一，数百年的时间，不只是记录在史册当中，应该是定定对贴在土地之下。街道、建筑、生活分裂，并无完全消失，只是被砍掉、被取代，也被保存。他没拆掉地基，他原来的房子在用，待到了日据时代以后又盖上去了。所以你也看，从他清以前一直到现在的一个。当工程开学，学的不只是土壤，而是无共时代交错的记忆。在台南，只要发现艺术文化遗构，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工程就必须马上暂停，并且进行调查甲审议。这款的规定，目的是避免文化资产在开发过程当中被迫害。但是为暂停到恢复时间，所需要的时间往往真歹预测，几礼拜、几个月，甚至更加长。对工程来讲，延误不只是时间的问题，更加是整体规划被打乱的开始。上届经典的案例，就是铁路地下化工程。自2017年动工以来，在沿线发现超过19处文字遗构，怀看史前、清代到日治时期。在规划甲执行过程当中，更加侪届面临保存甲开发之间的讨论以及调整，部分区域的历史文理甲自录空间引发关注。也和工程的进度均也该修正。工程在进度上，我想我们要大家加把劲了哈，因为在这个铁路地下的工程里面，在台南市的交通哈，造成了民怨，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这个民怨能够降低下来。那我们的工程的进度也希望能够并进，内侧不对侧，还有一部分会修复以后会再移植回来，但是移植回来我们不要影响整个。铁道局它原本的整体规划，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做一个思考。我们现在还在探查当中的这些遗构会不会再次的影响到，或者是我们接下来继续在施工的过程当中继续挖，然后就会延宕到我们的整体的工期的一个状况，这可能要请我们铁道局，那甚至说我们第3次的修正计划什么时候才会让我们的乡亲朋友知道说可能继续会延宕到什么样的状况才会完工。那我们今天针对是我们的文资的部分，那当然文资处的部分我们就是有发现说小东路南侧府城园遗构的部分，在110年度之后就没有再提送这个所谓的这个计划的一个保存的修复的计划，还有2处还在处理当中，一个是机关库的一个移置，另外一个就是唐漏的一个遗留的一个调查。
所以目前是属于一个所谓这样的一个进度的状态，像只是一个尾声的一个状态了哈。所以后续我们这边如果再有一些发现的遗构的发现，我们还会跟施工团队这边来共同协力哈，再把整个一个影响的期程呢降到最低哈。不是要看你们的工程，我们是要看你的文化怎么去做一个就是保留。立委甲民间团体多处会勘，对文资处理程序的完整性甲落错程度表示疑虑。蓝体地下化不只是交通建设，也带动了城市考古。这批遗构对着研究台南历史具有真悬的价值。铁路地下化整个过程我们其实有发现了20多处的遗构，包括我们永康次17之1道路，这是我们的忠孝一路拓宽；次17之2道路，这是我们的复兴路246巷的拓宽；还有我们次17之3的道路已拓宽已开辟。其中，我们的次17之3道路，在113年8月1日开工准备开通之后，遇到了一些困难，就是配合我们文资处的调查，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0个月，还摆在那一边，让很多的经过的民众不停地在门口走过，都透过围篱在看里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开工了那么久，到现在还是一堆的问号？进前要议员质询不满文资调查古时比例，定定引起工程进度拖延。永康区的厝17至3號道路，113年8月1號開工以後，因為配合文資考古調查，已經停滯超過10個月。厝17至1、17至2，以及厝17至3道路，永康公園兒童遊戲場也被迫停工。復興里活動中心選址考古調查都開了90萬，營局3村的灌溉基地調查也開了300萬至500萬不等。新化區一個建案，文資考古市務監看，認為得要5000多萬。包括我们隐山基地，国防部发包出去了以后，就是他抢时间，不让我们的整个都市规划先进入，他赶快卖掉。目前有6个建设公司，一个基地6个建设公司，每一个公司平均都花3到500万不等。另外一个也是我后面才得知的，我们上花有一个建案，也是文资考察2处。大概文资考古的计划，可能它的费用可能要花到近5000万。2处遗址加起来5000多万。事实上，那是民间的考古公司，那他们的一个定价的一个逻辑，其实是先经过前期的一个文资的调查，然后之后才会知道说他所找到的那些可能的量有多少。所以目前报价的一个逻辑，大概是因为那个量来做一个评断。我们现在实际上碰到的困难，远比您刚刚列举的那个还要多，对，水还要深，专业还要，他只要插上那个旗子，他就是专业，就是他一切都是他说了算，你任何的机关管理天皇老子来都没有用。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让人家觉得非常可恶、可怕的事情。是。只要工地只插上文资考古的基仔，连市长黄伟哲嘛有同款的看法。现行制度之下，专业单位虽然具备文化资产守护使命，但若是欠缺完善法制规范甲协调机制，恐惊影响公共建设推动甲市民权益。文资保护甲人民权益无应该对立冲突，应该共存共赢。需要完善法制规范甲协调机制，避免影响公共建设推动甲市民权益。但是，为什么这款的情形伫台南特别常见？答案甲这座城市的历史结构有真大关系。
台南400所象征的历史起点开始，台南伫荷兰统治台湾时期，渐渐形成具有行政甲贸易功能的城市。这代表的是城市的开始。若要经过这个大南无，一个人需要10分钱，钱起来哦。到了府城城垣300所对应的时期，清代建立府城城墙，城市的范围甲空间结构被明确界定。这代表的是城市的成形，也就是讲，台南不止发展了早，也伫真早的时阵，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城市形态。无共时代建筑甲空间，并无完全被毁掉，而是层层累积。新的城市建立伫旧的城市之上，新的生活也嵌伫过去的分裂之中。这款的历史堆贴，使得台南的文化资产密度远远关于多数城市，也因此每一届开发，拢更加容易挖掘到过去。我们是宗教之都所以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们的庙宇寺庙是全台湾最多的县市。但说到文化古都，你看掘地3尺有古迹啊，就是我们真的是挖地盖校舍或是做公共工程一挖底下是古迹，工程就要停止下来。我们在西港的道路也是，在哪里的好多地方都碰到古迹都要转弯但是我们能够把它现地保留，成为一个文化瑰宝的一个这个实作场地，就是在我们永福国小。台南市中西区永福国小老旧校舍重建的时阵，发现清领时期台湾兵备的道士遗构。市府伫永福国小永定楼打造市定古迹清代道士遗构展示中心，以找找生活中的考古为展示主轴，打造一个教学、文字保存甲展示的3合一场域，让学生走入校园，就进入历史，成为校园生活的日常。考古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寻找和人类活动相关的东西，所以考古并不是挖恐龙，不要把它搞错了。挖恐龙并不是考古学家的工作。文化部文化资产局举办的文化资产科学保存工作坊。那这个工作坊以前我们都是在我们办公室室内来举办。那在去年的开始，我们走遍了其他大概已经有办了5场的活动。我们是从我们办公室走到庙宇实际的现场，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子可以让周边的居民更贴近文化资产，也了解自己身边所在、自己关心、平常在拜拜的庙宇，然后到底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保护、保存的对象。那我们要如何去保护、保存？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课程会有预防性保存的理论课程，然后也会有下午会有实作的课程，会有2位老师分组进行。可能有一些是科学检测，那有些地方可能是沿害的调查，那其他就是我们会依据每一个地方安排不同的课程，去符合它的需求。文化部文化资产局也办理文化资产科学保存工作坊，深入台南多座古迹甲庙宇，比如客家自治宫、北势街金华府，由专家学者带领，分享古迹文物修复、预防性保存技术，实地考察，并且教导文物的日常维护管理，将文字保存的观念载入去社区，培养文物所有人以及在地人员专业的基础文字保存观念。这案例拢显示，文化资产并不是只会当被保护，也会当被转化、甲再利用。伫咱台南文化资产保存，其实并不是新的议题，而是伴随城市发展长期存在核心课题。尽管制度带来挑战，但是部分的案例也显示，文字甲发展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制度之所以会选择优先保护文化资产，
透过停工调查、审议机制，避免历史伫个无意之间被迫害，或济文化资产会当保存，嘛，互这个城市保有伊独特的历史纹理。挂着手套，揢着面仔，考古人员小心细腻的清理文物，为灰啊、石器到人骨甲背痛，南科考古已经发现数十处的遗址，时间跨度为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平埔族群活动的历史时期。这出土文物不只还原了古人的生活，也介绍了台湾的历史想象。在整个考古发掘，我们发现到在南科地区生活的史前人类，其实是海洋与陆地是共进并存的。好，那么也就是因为有考古的这样子的背景，可以让我们发现到非常多的这样子的我们不太了解的一些状况，甚至呢，我们发现到在5000年的时候，南科已经发现有碳化的稻米和小米，那么这个也是把我们早期的教科书上会认为，稻米可能是汉人引进来的，好，那么不应该在台湾出现，就没想到在5000年就有稻米。当然，它是水稻还是汉稻，目前还在做研究。可是至少食用稻米的这个时间呢，已经上溯到将近5000年了。那也就是说，这样子的改变呢，其实呢，可以让我们对于人群的活动有不同的看法。那再来就是小米，那么小米呢，我们一般认为可能是属于寒带的一个植物哦。可是呢，在南科、台南这么热的地区，我们也发现到非常大量的小米，啊，这也显示出小米的品种其实是非常多的，非常多元丰富的。那么不只是属于山地上会使用，连平原也都会使用。每一个发现，拢意味着另外一个问题开始。虽然一般人会感觉这只是一堆土或者是碎片，但是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只要发现疑似遗址，工程就必须马上停工，进行考古调查。也因为这款的制度，和开发和保存出现冲突。考古遗物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存在的状态，也就是说，当你破坏之后你大概就没有办法去回复它里面的资讯。考古遗址呢，也许在它的这个遗物里面可以透露出10000个资讯，人类活动的资讯。那么其实透过我们的发掘，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资讯呢能够完整的呈现出来的，不会到10000，不可能的。所以呢，它是会损失，甚至会遗漏很多的资讯。那么考古学者在发掘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情形，更何况是没有经过考古发掘，没有经过专业的这些考古发掘或是科学的这些的研究，那只是一个工程这样子去做一个扰动的话，那它受损以及遗失的资讯会更多。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对于这些遗址呢碰到之后，我们必须要先暂时停工。那暂时停工不代表说我们这个工程不能继续，我们要去做评估。那当然早期的时候我们在做工程的时候，常常就是工程一碰到遗址就必须停工，那他们也会认为说在资金上面，在人员的调度上面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比整个人类资讯整个损失掉的这个成本来算起来，其实是不是很大的。目前多数的状况采取的是抢救考古，在上短时间内完成挖掘记录，只要让工程继续。若要降低文资甲建设之间的冲突，需要的就是预防，或者是转一个弯。现在的做法就是，我们会先去做考古遗址的调查，了解到考古遗址的范围、位置、深度、内涵，还有它的重要性。那么把这些资讯都透露在整个公开的网络或是公开的途径上面，
当工程单位需要做设计，需要做施工的前置作业的时候，他就可以先了解到考古遗址它位于哪里，然后范围多大，那可以套用它的设计图然后来去了解说它会被遗址影响到多大，那它可以用变更设计的方式去进行考古遗址的保存。不管是国内或是国外，很多的例子，我们都可以看到遗址上面有新建的建筑物，可以用共构的方式来达成我们既要都市建设开发，又可以保存既有的那个遗构。我想这两件事情并不全然是冲突，反而是可以透过现在的技术来达到一些折中跟平衡的，甚至于有些观光地区把这种新旧共存融合或者是有一些创意的一个设计，变成是当地一个很大的观光特色跟卖点那因为它可以探知几百年前过去人类生活的一个样貌这反而是增加观光的内涵。所以遗址并不是那么令人讨厌，而是说我们只要用对方法然后再不管从法律面上面或从制度面上面，事先我们去了解，当我们发现了遗构必须要处理的时候，其实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比如设计的方法清整的方法或者是其他的一个适当的方式，那我们对遗构做最好的保存，那也能够兼顾到城市发展的一个需要。当艺术遗构被发现，一套制度马上启动。在长期运作之下，这套制度渐渐凸显出几个结构性的限制。第一是被动性，目前多数的文字发现是在开发过程当中发生。换一句话来讲，保护的起点往往已经接近迫害边缘。第二是成本的集中，考古挖掘、停工损失，多数由开发单位承担。属地文化资产的保护，在某一种程度顶面，成为一种野外负担。第三是决策的信任问题，文资审议会判断涉及专业、政策及公共利益，但是在实务当中，上界重要的是标准是不是一致，过程是不是透明。开发碰上了考古遗址的时候，并不是一定的结局，它有5个方面，你可以变更工法，你可以暂停工事，你可以调整你的基地范围，减少它跟文化资产的冲击，或者是去透过抢救考古的方式，把埋藏的历史文化资产呢移地到博物馆去做保存，用这样子方式，这些都是方式，所以它不是两者必然对立的一个现象，而是只要时间允许，从容的规划里面的话，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降低开发跟对文化资产的冲击，或同时也提升了文化资产跟大众的接触面。是不是爱保存，又个应该安怎保存？面对这款的困境，如果在规划初期对当掌握文化资产的可能分布，真济冲突是会当提前避免的。建立文资风险地图，在开发进程预测可能的遗址位置，推动原址保存甲建筑共存，让历史融入城市空间，提升审议透明度，降低外界质疑。我们现在考古中心其实在做的就是预防性考古，就是你在不管是在都市计划阶段，或者是地震的那个土地征收的阶段，我们就先行去做调查。那这调查其实就是提供它在都市计划在变更的时候，比如说它原本的使用强度可能是农田，那农田可能你耕耘机最多就是50公分嘛，对不对？你翻搅土地的那个程度不会太强。可是如果你今天突然把它变成住宅用地，你的土地利用的强度就瞬间从50公分变成5公尺、10公尺，甚至是20公尺。那这时候你对底下考古遗址的破坏的程度就会增加。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调查其实就是去确认说这个考古遗址的范围在哪里。那
如果在都市计划可以做，就是把它变成比如说公园用地，哦，比如说变成是比较大型公共建设，让它有更多的财力去支持考古抢救。对，那最简单当然就是不要破坏最好，因为我们没办法知道考古遗址的就是真实的样貌，除非我们去把它挖出来。可是挖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破坏。透过田港调查、信义机制、文化资产保存法，避免历史伫无意之间被迫害，好城市保有伊独特的历史纹理。对真侪人来讲，这被保留落来，不只是建筑，而是生活记忆，是文化认同。为400年前的港口城市，到今仔日的文化古都，时间不只写伫个史册内面，更加是顶顶堆贴伫土地当中。伫咱府城历史从无离开过，伊存在伫地面之上，也深待伫地底之中。每一届开发，拢是一届甲过去的相遇；每一届停工，也是一种对未来选择。民主制度不只是法律的问题，更加是一个社会如何看待历史的选择。文化资产的保存，互城市会当记录家己。而城市的发展，这是关系到咱是要安怎继续生活。当两者交汇，问题可能毋是伫咧选择倒一边，真正的问题是咱到底愿意为历史添下偌济脚步。感谢你收看《府城纪实》节目，咱再会。